大家有冇試過明明想休息，但係個腦就不停咁樣轉？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得到嘅故事。到底活在當下係咩意思？有一日，小和尚問師傅：師傅，你得到之前係做咩㗎？師傅就答：食飯、掃地、劈柴。小和尚又問：咁得到之後呢？師傅帶住微笑咁講：食飯、掃地、劈柴。小和尚皺住眉頭問師傅：到底有啲咩唔同啊？大家又覺得呢？我哋嘅思緒從來都唔會停落嚟，由一覺瞓醒，個腦就開始播放住計劃、回憶、煩惱、想像，就好似個肺會呼吸，個腦亦都會自己運作，呢啲都係正常不過。如果我哋要學識同思緒保持距離，靜觀係一個好好嘅練習。靜觀唔係要我哋唔諗嘢，而係我哋可以提升自己嘅覺察，俾我哋見到想法，唔一定要跟住呢一啲嘅諗法去走。而家我想邀請你暫停一下，揾一個舒服嘅地方俾自己放鬆，慢慢去感受呢一刻嘅呼吸，感受你嘅身體、你嘅空間同你腦袋入邊。你腦入邊可能仲會有聲音、影像同想法，不過都唔緊要，我哋唔需要趕佢哋走。請你放鬆，坐直，合埋雙眼，只係將注意力輕輕咁放喺呼吸上面。吸氣，接納所有感受。呼氣，放低所有壓力。吸氣，接納所有感受。呼氣，放低所有壓力。吸氣，接納所有想法。呼氣，釋放所有負能量。吸氣，接納所有想法。呼氣，釋放所有負能量。吸氣，感受此時此刻。呼氣，活在當下。吸氣，感受此時此刻。呼氣，活在當下。吸氣，帶住微笑。呼氣，感謝生命。吸氣，帶住微笑。呼氣，感謝生命。吸氣，讓心打開。呼氣，讓愛流動。吸氣，讓心打開。呼氣，讓愛流動。如果你準備好，可以慢慢打翻開你嘅雙眼。大家諗唔諗到師傅點樣答和尚仔呢？最後師傅講咗呢一番說話：我以前食飯嘅時候就會諗住劈柴，
劈柴嘅時候又會諗住掃地，掃地嘅時候又會諗返轉頭今晚煮咩好。而家我食飯就專心食飯，劈柴就好好劈柴，掃地就好好掃地。得道唔係要我哋做到幾叻，而係學識點樣活在當下。當下做緊啲乜嘢就感受佢，食物嘅味道、色彩，掃地時候嘅節奏、聲音，劈柴時候嘅力度、位置，每一刻都係生命送俾我哋最美好嘅禮物。只要保持覺察，打開我哋所有嘅觀感，你會發現原來此時此刻就已經好美麗。如果你都想學習點樣同自己相處，我會繼續用聲音陪你一步一步靜落嚟，聽見內在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追蹤我嘅趣，等我哋一齊慢慢發光。